因为海巡署是前党籍的辛德南出海去执行35天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有风看到讲，咱这只军舰停伫美国的夏威夷进行，这嘛是2011年了后，美国是搁一摆允准咱的军舰停伫遐，因为月底拄好是环太平洋的军演时机真敏感。有学者就分析讲，无排除咱海巡人员有机会去参加相关的海上搜救演练。台美深化海巡合作，海巡署4千党级巡防救难舰辛德南出海执行35天的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伫夏威夷出现停伫丹香山港内警报。根据 AIS 准假定位系统显示，辛德南5月29为台湾出发，6月11进入夏威夷丹香山港。海巡署完好证实，这是例行的任务。那么现在我们4000吨的新竹舰，它续航能力更远。而且它有装备医疗专业人员跟设备，所以我们指定调派它来执行中西太平洋远洋巡护。海巡署表示，辛德南当地执行今年第1届中区太平洋公海巡护。根据了解，辛德南巡护任务重点除了中西太平洋公海作业区，嘛要拓展海巡外交，加强友好情谊。学者分析。台美伫2021年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双方强化保护海洋资源，打击非法渔业活动。所以美方伫2011年了后，搁再互咱方停靠夏威夷警报，有希望互台美海巡活动走向制度化。在印太地区，你为了应付这个中共的所谓的海上的灰色地带冲突，那海巡呢，在这个地方的角色可能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双方在这个基础上面是可以有很多这个很好的交流。那特别是台湾可以这个跟这个美方交换很多在这个执法上面这个应对这个灰色地带冲突，那这个长期以来就跟中共在海上交手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另外，环太平洋军演月底上场，项目包括海上搜救，台湾今年也是无法度参加。不过学者是讲，无排除海巡人员去参加外围的演习。若是美方防范中共犯台，传出有意伫台海部署无人机地架，拖延强军侵台节奏。国安单位表示，会加强甲国际友谊的争取交换。记者综合报道。